要来提保障，提保障之前看头前大声讲出咱是啥物队？咱是沙丁波布家队。好，自我介绍，你是？我是李胜宽，我是林俊成，我是段山友，我是陈怡欣。哇，四位小朋友，要来提保障啊！后壁这三位，我们来提保障，安尼是安怎？顶一届题目出了伤过简单，啊？ bonus 今年出了了不起3个字，哦，真紧保障就去用摕了，我有一摆一定出上困难的啦。啊，真正是。啊，搁有啊，台语上练档啊，迄探险队员跌着16题呢，保障搁甲我摕去。真正的啊我甲你讲，后一遍哦，我一定要调较紧，调较紧。哈？我搁有啊，接鱼仔迄关哦，我等了想好接啊，互因哦摕3个大皮，搁摕保障，船长有失礼啦。我嘛失礼啦。唔是啦，迄是阮的太阳队哦，伤过厉害，而且代志已经发生啊，你都莫搁想过去的代志啦。莫想过去。莫去想过去的代志。对咧对咧，莫想过去，队长讲得对。过去拢已经过去啊，嗨，这嘛无法度哦，跟弥补啊，所以咱现主是应该想啊未来。未来，未来，万不你遐囡仔嘛足厉害，就甲咱的保障摕了，是要安怎？要安怎？等一下，我甲你讲未来的代志哦，虽然咱无有真济无确定的，啊，咱嘛唔知影会感觉惊吓。这个时阵你都要放好轻松，较冷静一下，啊，莫一定想济，这才是吼一个健康的心态。啊，我头仔已经想过未来啊，我即马应该爱想过去。唔是，主心伫咧现主是，唔是甲你讲吼，莫去看过去，莫去看未来，是甲咱讲吼，现主是哦，敢若只有一摆，所以咱甲咱的注意力放伫咧重要的代志，去把现在去顶上，是这个意思。哦，你嘛较拜托的，哈放摕保障的也毋是你的，你讲甲遮尔啊简单，对不对？啊，无问一下探险队的，恁感觉因为吼去想过去，还是想未来，啊，有你感觉后悔，还是烦恼的时阵，敢有？我考试的时阵，我小学考试都无甲看一届。啊，无个检查，无检查，对啊，有就因为安尼，迄个毋着几个题啊？对，分数无去。哎呀，分数无去，后悔。啊，恁呢？我参加学校的演讲比赛演讲，比赛但是我足紧张，无好好讲，摕到第4名。第四名就无好啊讲，啊嘛是摕到第4名，但是伊的目标反正是讲第1名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哎啦，有后一个届哦，拼第1名。我拼第1名。是，即马现主是上重要，就是现在。我是感觉今日的小朋友台语的能力拢足好，而且村长的题目嘛出得真好，是啊，所以一定当摚到保障。我来你讲几百步是要摕保障啦你。最简单就用关起来、牵起来啊。哎，袂啊，我感觉吼，就是把现主是未来的代志时到时等等啊。无米加煮行一通。听到无？阮就是把保障收起来。来哦，准备接招，现来教。叫阮的名，即款是新鱼仔的挑战。恁虽然拢有一个称呼，看阮叫到倒一个鱼仔下落来，若伸到一尾鱼仔，就有一摆作答的机会。探险队，恁的皮就甲我平较安呢。来自沙丁堡的囡仔遐囡仔子，头壳顶什么字？大声甲念出来。黄色、黄、红色、红色、哦，乌，白、好，真好。啊，恁伫咧生活当中，敢有特别介意什么款的色水？我就是介意白色，你嘛介意白色？哎呀，拄啊好。感谢。啊，你咧？介意干嘛色？干嘛色？哦。啊，真特别。你咧？我介意蓝色，介意哪色？啊，你我介意共款，感觉天顶的那是足水的。啊，天顶的哪是做水哪是？哦，这个拢甲色水有关系。安怎来摕到大片咧？4题就有1块大片，8题就有2块大片。准备哦，爱心都较准的才有机会通讲哦。来，现来教，来哦来哦。红，啊听好哦。哎，注意家己是什么色水啊？手用卡底，用卡底。红小姐，你也画出来哦。哦，用卡底较好来吃。，水，黑色，好，谢。哎呀，第一题大咯。
袂歹哦。哦有啊。凸色，哦，标准哦，这个肤色竟然看有哦。是你。哦，加 pass， 你讲，来，这没错。啊！你提手长啊，霸小，嘿，所以勇敢地甲讲出来，不要紧。哦。哎，中正。银色，哦，谢谢哦，四题啊！已经有一个大屏拍着手。哎，你莫看红小姐嘛，鱼仔来你看红小姐无好，你看鱼啊。哦。看鱼啊，嘿对。欧多昂，这标准啦。背袂歹哦。小一下啊，招小啦。哎，咪，不是咪咪哦。对，唔对。等去，试试。来，安公公，哇，啊，这厉害。他有无啊？无伊啊。咱来复习一下。哦，直接个 pass， 咱这个 bonus， 这可惜的呢。安怎念敢知？敢有同学知影？扑薄荷粒，力，哦，薄荷粒，咱做一念一解。薄荷粒，薄荷粒，搁一解。薄荷粒，搁一解。薄荷粒，嘿，薄荷粒。无，我想讲，互因记头壳顶啊，一直甲洗脑。用这个节奏。对，我刚才说安怎念，毋是咪咪哦，伊是吟。你看到花开黄色的，规片拢黄色的，咱来讲哇，一片花黄哦，吟，搁念一解，搁一解，嘿，好，谢谢，多谢恁的配合，按讲有淡薄仔可惜，咱这款6题，敢若一块大片，有收起来哦，来一题，请题，来，摕一个大米大声个念出来。什么意思？对哦，哎对这里。好，来第一关一块大片，后一关恁来加油哦，来准备接招，恁来加。台语上练档，恁仔顶的2个人形容因看到的物件，作答的人讲出正确的答案。伫因报落来进前看又第几题，就会当摕到相对应的大片。若惊险，就赶紧落来休困，坏保障恁就摕袂走啊。沙尘暴布家队，其实我有一个朋友住伫遐附近，竟然唔知影这个布家队伫遐，布家伫遐，布家伫倒位？布家伫票华国小的边仔有一条街，迄条街拢咧卖布。啊，恁敢捌对爸爸妈妈还是阿公阿妈去遐买过？有有啊。无买过布，啊，毋过有经过。哦。遐拄了卖布，佮有卖啥物特别物件无？阮兜的路口有一间油饭最好食。爱人。你无可能真嚟激动。我最爱食油饭，准备啦。你有啥物无爱食？我无爱食亏。好，安尼我就甲大家讲一下，安怎来摕到咱这款的大片。好3分有一块大片，6分就有2块。哦，尽量讲哦。好。来，加油，准备接招，现在噶。来。来哦，开始来几个字？ 2个字，煮饭会去的，煮饭会去厨房。哦。一个字，一个字，什么物加件？番薯的棒的，加番薯的棒的。水。对，哎呦，来几个字？ 2个字，食饭饱爱去付钱的时阵会去的一个所在，柜台。哎呦，哎呦，去柜台。几个字？三个字。前几工棒球得冠军会，叫冠军会去的。不是棒球，你讲棒球会去，棒球的。棒球，讲棒球会去啦，棒球会去啦。2个字，什么三是？星有名的依然，三星有名的，依然3星有名的，食的2个字哦。 3星有名的阿秀，青色的，青色的，阿秀啊。长啊。哎呦，
来，几个字？你偏厉害哦。三个起厝，做对。头先落落来是安怎？你家游落来啊？无来，做伙落来。无掠掉，啊，无就聊。溜落来。所以讲惊因朋友会熟讲啊。哦，是讲要走就会这会走啊。就浪漫的哦。好啦，头先有一题敢若怪怪的，第一哦，迄啥总统府。总统总统府，总统府，恁头先讲棒球，棒球是安怎？棒球，恁头先原本是要安怎形容？前几工棒球会野球会去，啊，你讲哦，前几工野球得冠军，嘿，重点要讲出来。哎，伊是要讲啊，毋是会去迄游行会去总统府啊？哎，哦，游行煞要去的所在。系啊，佮有一个上简单的安怎？台湾领袖的办公室。哇，这过样。直接翻译。哦，对，好啦，四题无甲6题歹势，嘛是一题大片。来一题请题。来，大声甲念出来，摕啥？文班，倒起你。来，个这所在。哇，啊，就可惜拢呢，差是叔叔啊，差文文啊，拢差不多嗯一关差2题，就通加摕几啊题大片。对啊。不要紧，还佫有一关的机会，是恁尽量拼。来哦，准备接招，听来讲。选你无唔对，这关要来看影片，影片内底会出题目，恁就要来判断，看倒一个答案才是对的。若是选唔对一摆，就会失去2位队员。探险队，我就要来看卖，恁有偌够选。沙丁堡的囡仔兄囡仔姊，我甲恁讲哦，牛啊，就是那毛牛。我是要讲这牛对咱过去农业社会是偌重要。伊会替咱种作啊，比如犁田，真侪工课拢需要伊的斗相共。啊，今仔日安怎来摕分数？摕到大片。一题对就一题大片，2题对就2题大片。真简单，就是安尼，好不好？咱做伙来看卖啊哦。来看卖啊，牛是安怎替咱做工课的？阿爸，我想要一只牛，牛车来去真正是有够好看的，内底的男主角，佮有女配角，真正是演的有够好的。听讲，咱今仔日嘛要体验一个甲牛有关的课程哦。大哥，为什么牛遐尼啊重要啊？因为牛啊替咱犁田啊，啊替咱载货物啊。那安尼牛抓起的时阵，唔就足辛苦的？嘿啊，啊毋过这种牛较袂惊热。哦是哦。嘿啊，但是咱嘛袂伫咧伤热的时阵，互伊做工课啦。那安尼咱即马要去倒位啊？咱即马要去犁田。要去犁田啊？大哥，这个驾驶就叫做犁吼。对。那你这要安怎使用呢？一般就是咱人扶的嘛，然后你扶的时阵爱扶安尼出。出正边。正正颠倒是。你若安尼正，伊犁较无痛，较会跳，啊你安尼出较好犁。安尼我敢袂当来先来体验看卖？会啊。你我先。嘿。好，啊你若好，你来讲 go。哎，听有呢。那要紧，那要紧。那较慢咧。哦。你会紧张啊，所以伊嘛会紧张。你嘛紧张，我紧张，伊就紧张。嘿。爱咱话小朋友试看卖。牛真正是足辛苦的，进前伫个农业社会嘛足重要的。无看足侪士大人对牛拢足尊敬的，无爱食牛肉吼。伊较早伫咱农业社会，就是你也无机械的时阵，就完全拢爱靠牛帮你做工课，啊无咱人家己无法度做遮济工课安尼。安尼我就想到一个问题，要问小朋友哦。请问，若是想要帮牛排热，倒一个效果较好咧？是帮牛拍水，还是帮牛抹土咧？要互牛较凉的，较凉的，较降温的。哦。咱是爱破水，还是互伊去膏迄个土？高迄土。我感觉是抹土呢。抹土？我嘛感觉是抹土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泡水一下就会烧起啊，就打起啊。打起这个就热的。系啊。所以你的答案是抹土。抹土。咁安尼？
哎呦，锵锵锵锵。我感觉是抹头呢，抹头？我嘛感觉是抹头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泡水一下就会烧起啊，就打起啊。对啊，就打起啊，就热。系啊，哎，所以你的答案是抹头。抹头，咁安呢？哎呦，锵锵锵锵。无唔对，就是抹头。抹头。因为咱该破水，差不多通维持差不多20分。 20分啊，啊，不过咱也是抹起哩、鼓起哩，差不多2点钟的时间。对。诶，其实真侪动物拢会，对啊，就这动物的，比如讲树啊，树还是猪啊。嘿，拢会去割。嘿，对，伊若是家己的时阵，因就会挖在迄个土内底啊，割割的安尼。啊，了解哦。了解。哎呦，第一题哦，恁叫对，来后一题。好，安尼咱等下吼，咱就要来做熏香。啊，你鼻看嘛，这熏香看有香无？我足香的嘞，你评看卖。香诶，香的。啊，等下咱就来去摕做熏香的材料。好，大哥，咱唔是要做香，啊，材料伫倒位啊？这拢是啊，这样嘿子，你有看到材料？无啊，这敢若牛屎尔。阮的熏香的材料就是牛屎啊。牛屎，所以咱拄则片的迄个香就是用牛屎做的。对，就是用牛屎做的。哇哦，你家用手哦？嘿，咱用手扣。啊，你要先扣看卖无？还是我先来？还是你先来？你先来。我先来吼。不要紧，我会使。来。尽量扣较清气，莫捌着头。哦，软软的。大哥，咱拄则牛屎扣完啊，安尼咱后一步是啥物？咱牛屎扣完，咱就是爱甲拍打。这就是拍打的。这是拍打，啊，咱拍打以后呢，咱再甲磨做粉。哦，香香呢，有香无？阮要做熏香吼，迄牛拢爱食草啦，哦啊，所以伊的牛屎就是会有一个草仔的香味安尼。安尼牛屎粉要安怎变做香的？咱先甲这粉放伫个迄盆子内底，啊，佮加黏粉，加一碎碎的黏粉，增加伊的黏性迄种。啊，一包咱就是要加水，啊，倒150 cc， 伊达啊，迄水就会叫粉食去啊。就会变一块一块。对，然后像迄糯米粉安尼有无？甲糯做规碗的，啊，一包咱就是要用这模啊，甲伊做出伊的形。咱牛屎做香就完成啊！啊，做这有好耍无？有。我今仔日上大的体会就是，原来牛屎嘛会当变做黄金，原本就是无农药的物件，竟然嘛会当趁钱的，当做香呢。不过今日甲牛斗阵规工，就互我想到一句俗语，叫做“鸟喙牛尻川”。你敢知这是啥物意思呢？是趁无够用的意思，还是迎合别人的意思？伊是趁无够用，还是顺别人的意？这句话鸟喙牛尻川。鸟喙牛尻川。啊，毋过哦，迄个香哦，想袂到牛屎才好用的。胖胖。哦，胖胖的。你感觉咧？恁啥个？你当有其他的想法咯吼，其他的想法。鸟也是喙是咧足细，啊，牛尻川足大的。你去看，伊去食物，啊，牛尻川足大的。啊，借问一下，伊的声是毛还是啾啾啾？伊就酒毛，哦，你就有创意的哦。叫你的想法。我感觉是趁无够。为什么趁无够？趁无够开？嘿，就是因为头早船顶不是有蚵吗？然后因为伊的尻胸上大，所以哭袂落，所以趁无够。趁无够。那是伊的派系，伊个人的问题。问题。安尼咱就卖以动作来找答案。嘿，恁去想看卖字面上。所以你刚刚是我感觉是趁无够开，趁无够开，趁无够开，趁无够开。咁安尼？然后，噔噔。又对啦，哦，恁就我你家真正是酒毛。你个想哦，嘿，鸟喙是毋足细，这细掉。所以是拢食一撮呢。啊，毋过牛的尻川真大，所以咱会去形容讲趁无够开，就是你的收入较少，啊，你的支出较济，食无够伊放的意思啦，趁无够伊开的意思，安尼知无？知。会遮厉害呢？
两题拢对。好，来两块大片，请摕。来，所以两块大片，大声把伊念出来。还九毛，九毛，什么？妈祖鱼，各一个。因为就有家己的想法咯。沙贝啊，耍咩啊？大吉利，九毛过去，你要九毛过去。九毛啊！你有九毛？你真系摕着保障哦，九毛。没，我到底要九毛我？好啦，恭喜哦！上尾上起码有抢两块大片回来。是的，有袂歹。好，啊毋过敢摕到宝藏咧，来看卖一个赢来噶。来咯，九毛。九啥啦？啊！你有九毛？有九毛？无。来，敢有想要刷位4块大片，一半的机会，无一半机会就好啊。就照安尼就好啊。就照安尼。来哦，手甲放去，你也不会超过1块，来了哦，才有准绳。到底囡仔兄囡仔姊，敢摕到宝藏咧？请配。加油！对，加油！五块几块？多少说你这样贵一块啊，1块5啊！颁奖！没啥。来，刚刚摕到的是机海冒险。那你讲，咱这个机械模型吼，伊虽然是一种，但是会使变8种的形体。对，按照你的心情，你逐工啊变。对。这个模型感觉看起来敢若真好耍哦。啊，今日参与落来，先看心情啥款，感觉啥款？做欢喜，怎欢喜？啊，正行咧，就紧张，但是就好耍。就好耍啊！多谢你。就好耍诶。就好耍。哦，立欣，你代表这个团队，啊，加讲一个。心情讲出来。感觉就幸福诶。幸好，这句好咧。赞哦！啊，伊真正第一能力真好，啊，勇敢讲，啊，佫敢分析，希望恁继续加油，恁真正是非常了不起。我上爱台语。对啦，爱继续爱台语，继续加油，继续讲。